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知影讲，即当阵疫情也未完全松透的时候，即个孝今日要甲大家小解好孝第7条。孝就是时阵、时间的意思，时间咱讲时孝，若等时间就是等孝。另外气象变化，咱讲气候；若风势，咱讲事孝。另外拜孝有问好的意思，也有定定伫咧母结戏内底，看到两个人要比武进前，拢会先讲领教拜孝，代表讲伫要开始比武。另外古早即字孝嘛有字典写做孝第5条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听孝，即个意思就是等待等孝。第二个咧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一个孝两个孝，6月葱变韭菜头。孝就是等的意思，若韭菜一般大出的时间，上紧8月，上慢是12月。韭菜头就是韭菜花心，无值钱。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讲，一个等，两个等。本来是6月生产葱的季节，葱仔计数长好价，一个煞变做是韭菜头，变无值钱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因为做代志并单一直拖，错失良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合作伙。譬如讲，最近一寡大学生准备要出业找头路，有时阵不里面会懒死并单，结果一个孝两个孝，6月葱变做韭菜头，一个晃时间就过去啊，找无介意的工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孝好孝第7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